我係李家駒，我係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嘅議員。咁我係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喺聯合出版集團已經工作咗30多年㗎啦。咁我同時係香港出版總會嘅會長，同埋廣東省嘅政協。希望係以我自己一個文化嘅背景啦，咁文化企業嘅管理嘅經驗啦，可以喺議會裏邊發揮作用，喺議會裏邊加強文化嘅建設，同埋文化亦都可以同其他嘅領域合作，一齊推動香港進步。如果要加快推動香港成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話咧，你認為我哋香港仲有邊啲嘅文化軟實力咧，係仲未被充分去發揮？我希望真係可以喺呢幾年裏邊同政府一齊去探索，去研究可唔可以發展一啲國際級能夠具有文明互鑑嘅一個性質嘅一啲即係大型嘅活動咧，可以帶動即係香港可以做到一個聯通海外嘅一個即係平台。咁我哋香港其實都係可以同大灣區結合，可以搞一個全國嘅書市。咁透過香港呢個地方，可以吸引到海外唔同嘅出版商同埋作家，同埋甚至讀者可以嚟到喺香港裏邊可以有一種閱讀嘅交流，令到香港可以成為喺文化思想、人文領域裏邊一個紐帶嘅作用。面對住新嘅環境啦，同埋其實其他地方都不斷咁進步其實香港嘅文創產業真係要再出發。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產業嘅時候要係有更加多嘅配套同埋一個行動規劃書出嚟，人才嗰個培訓，咁即係我諗都要跟得上。咁香港可以扮演一個即係接軌嘅角色去一齊推動。